南投渔地乡长刘启鹏最近向检举讲，甲家族经营的饭店的事业废弃物载到清洁队去等。照理来讲饭店的本色就要透过合法厂商去载。检方约谈乡长阿某，先后2个人是拢交保。刘启鹏今仔是表示讲，废弃物清洁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无够清楚，望讲政府会当来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 南投县渔地乡长刘启鹏，互人指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也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等的罪嫌。南投检方证实，已经约谈刘启鹏翁仔某2个人，伫讯后分别以15万甲10万块交保。经侦讯相关被告后，已分别预支交保新台币15万元不等之金额，后续仍将调查厘清案情。 刘启鹏被指控涉嫌利用乡长的职权，派人将家族经营的2间饭店所产生的粪扫载去到渔地乡公所清洁队的所在放。不过，依照废清法规定，饭店所产生的粪扫属于事业废弃物，就要家己找合法的清运公司来处理。因为刘启鹏是出面来画冤枉，认为废清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规定无明确。 我们清洁队一直长期来服务着乡亲哦。另外，县政府也有明文规定哦，不得拒收拒载，在清运过程当中，皆要服务好我们的乡亲哦。在垃圾分类上务必要做好，让我们在清运过程当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这个违规。 刘启鹏表示，日月潭周边是住商混合区，真歹界定粪扫敢是事业废弃物，嘛无规定袂当看区段，所以才会要求顺路将水里的粪扫再登去渔地清洁队。不过，南投县环保局表示，事业废弃物也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清运处理。所以原则上，只要是沿街收运的部分，清洁队依规定收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很明显是饭店到了，他穿着制服，真的这个明显是穿制服，或者明显从穿制服从餐厅出来的垃圾，原则上清洁队员就应该要了解，然后如果是失业就应该要拒收。环保局表示，除了要求清洁队应该爱对大量或者是特定机构来源的粪扫加强把关，若是有需要处理的事业废弃物，嘛应该爱找合法的清运业者，也是由环保局以专案申请同意，而且收钱了后才会当合法来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